啟德主場館一片紅海，球迷好落力咁嗌口號，仲好興奮咁歡呼同埋拉起布幕打氣。亞洲杯外圍賽第3圈分組賽，港隊迎戰印度嘅賽事，星期二夜晚8點開賽。無論場館內外，球迷都非常熱情。有球迷自發着住紅色波衫，氣氛好熱烈。有市民就話平時好少睇波，但係希望嚟呢度睇下體育園嘅環境，認為氣氛會好熱烈。亦都有市民希望以後港隊嘅賽事都可以坐爆啟德體育園。今次啟德體育園新增主場館的士站，球迷落車之後就可以直接去場館。有市民就話咁樣比較方便。即係如果呢度上去就係第一度方便咗咯。嗰陣時冇，點解咧？因為好似呢頭啲交通都好唔方便啊，即係唔知佢哋係唔到車嗰啲。今次見到好似係咯，之前就冇特別留意，唔係好覺，但係今次見到就似有。係啦，即係會係咪方便咗啲即係嚟呢個主場館咁樣咧？係啊，可以直接喺門口睇。